好，我们就这样唐突的开始了，就是 right now， 现在已经开始了。好耶，好耶耶！今天欢迎我的，你比较希望我叫你姐姐还是妹妹还是别的？都可以啦，其实哦，好的，都没有关系。那就叫你木九吧。嗨，你好啊，好，你好你好，那我要叫你可以叫我火蛇，真的啦，随便叫。你也可以叫叫我阿慧。叫叔叔，没有，蛇开玩蛇。笑的。等一下，到底什么时候开始流行叫我蛇蛇的？哦，我想起来了，我去别人家联动，突然被叫蛇蛇。是的，那就叫火蛇吧。好啊，大家应该听得出来，我们是真的不太熟。我也没有怕被大家知道。好，太尬了。对呀，听说你今天原本是希望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尬的。是啊，我希望可以破冰。希望我们今天联动完看结尾。对，哇，前侧跟后侧。好，那我们请木九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好的，Hello，大家晚安，我是在天庭任职的小仙官木九。对，请多多指教，谢谢。所以你是出差来人间呢？因为我是掌管那个，就在出道前讲这些 OK 吗？就是在，对啊，我还没有正式出道，其实。可是我看你的 YouTube 上有一些直播嘞。对啊，这些就是先播，然后先熟悉，然后后面再对，因为我的那些出道故事，对，有那些出道故事有对安，对，大家安啊。好，那换大家跟木九自我介绍吧。没有啦，非强迫，但是可以。对，好好笑。好的。真的，我一直以为你已经算是开始活动了，那这误会很大哦。这个，活动是有在开始啊，但是正式的出道还没有开始。对，初配信还没有初配过。是的，所以你就是我的影片里面没有自我介绍之类的直播啊，难怪。但我其实也蛮异类的，因为我其实没有初配信，就是很唐突的就开始。对，连开始活动都是如此唐突，我真是太优秀了。我觉得还蛮好的啊，就是很随性这样，对，不用有压力。对，就真的就是一个想到要干嘛就干嘛。可以问一下你那个人设方面，你是怎么发想的吗？啊，你是要问我？对，没有啊，就是呢，我就是突然的穿越去变宝箱怪了，然后我就是一个宝箱怪，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因为我一开始是用宝箱怪的，就是经典造型在活动，但是活动一阵子之后发现，不知道是我台语讲太多，所以没有人看，还是因为我长得像一个箱子，所以没有人看。我就想说，那我变成一个帅哥来骗大家好了。对，然后我就把我自己的癖好，就是许愿给欧拉夫老师，然后我就长这样了。原来如此，没错，所以我有什么癖好，看我的脸就知道咯。是大帅哥，对，谢谢，我是大帅哥。就大家今天划重点，这个很重要，这个会考。好，那你的人设是怎么发想的呢？还是你生出来就长这样？我的人设，其实是拉夫老师他就是根据我的
歌声跟我讲话的声音，然后对，就帮我定做一个这样的人设。对的，听到声音就想到你应该是这个样子。对，好像可以理解。哇，这样很想问拉夫耶，不知道他应该有啦，他在画我的这个外皮之前，应该是有听过我的声音的。对啊，他会去根据怎么讲，反正就是客制化这样子。感觉拉夫老师还蛮用心的，他会很努力低大家的台。真的。他在画别人的图之前会用力低人家的台，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睡觉。对，他就是边看边画这样，我觉得这点很用心很酷很酷有人发现我们右手手势很像我们那个那个叫什么？这是 VTuber 的法锤，没有收益化，绝不放下，这样可以吗？好，可以，好旧的梗哦。哇，等一下，今天是父亲节。对啊，今天是父亲节，应该祝欧拉夫老爸，虽然你好像不叫他老爸，我是不是应该祝他父亲节快乐？谢谢。没关系啊，都可以。对啊，祝拉夫老师父亲节快乐。我有蛮多东西想要他帮我付清的，但是他应该也没什么钱，请他把祖产送给他吧。好，请大家多多支持拉夫老师。没错，没有他就没有现在的我们哦。没错。对，也收益化之后要放下我可以贪得无厌啊。我就定下一个目标，就是我没有一个月赚200万之前绝不放下。哇，我看是不用放下，就一直举着。加油！对啊，谢谢。那我想一下，我们到底要怎样才会变比较熟？我还是先问那个，我准备一些我想问你的问题，我还是先问一下这些问题好了。好，然后那个就是虽然刚刚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其实还没出道，但是我发现你的 YouTube 频道上已经有放很多翻唱的 shorts 对啊，所以你是歌士吗？其实一开始我对自己的定位是蛮模糊的，我本来是想说要用 V Singer 来出道，但是我又想说，我想多玩游戏啊，再多认识一些人，就是会有联动的机会这个样子。但是我没有联动的朋友。你是说那个一个循环吗？就是没有朋友就无法联动，但是没有联动就不会有更多朋友。对。那我来跟你分享一下我都怎么交朋友的好了。虽然我觉得可能没办法直接照搬。好啊。因为我是一个很唐突的人，所以我在推特上看到我觉得很有趣的话题，我就会非常没礼貌的直接在下面留言参与。就是人家聊个天，我就会突然跑去插话。我想一下要怎么举例。比如说我看到 VTuber 1号跟 VTuber 2号在聊卡牌游戏，然后刚好懂一点，我就会跑进他们的留言下面说：“我觉得好像不错。”然后他们可能就会想说：“你谁啊？”但是看多了就知道我是谁了。那是真的蛮唐突的，但是好像大不了被封锁没关系。没有啦，至少还是要有一点礼貌啦。好勇哦。我不太敢我不会选比较安全的去留言。好吧，可能我脸皮太厚了。对，我比较内向一点。对，我还有一个优势啦，就是因为我会台文，所以我只要看到有 VTuber 也会台文，我就会直接跑去跟他聊天。我想他们应该都不介意，这算是一个不公平的优势。
哦，对，算比较少数人会，对对，主要是念台文，对啊，对呀、而且就是用的人已经很少了，所以看到应该是不会讨厌。对，就像发现宝藏一样。没错，太好了，我也是宝藏 V 了。对，但是我已经对你产生你是歌士的印象嘞，怎么会这样嘞？是我是会，你先。我是说，就是我主要也是会开，主要是往声音方面啦，就是可能唱歌或者是配音啊这方面，但这是后面才会有的直播。对对对。哦，所以你之后会想要做配音相关的直播企划哦？对啊。哦。但是会比较后面一点。哦，是有点像台词回吗？对，类似。好赞哦！所以如果要请你现场表演是有机会的吗？但是怎么讲？因为我配音我是自学的，然后之前会比较接触就是像中国那方面的，所以那个口音咬字会比较重一点。对对对。哦，口音会影响。对，因为我也是那个混古风圈的嘛，就是他们那种都是会文绉绉的讲话。哦。对对对，咬字就很重。对，比较字正腔圆这样子吗？对的对的。那你那你微糖少冰会讲微糖少冰吗？微糖应该不会，应该因为如果是要模拟那种古代人去诠释的话，那他们应该不会讲微糖这种，应该还是会微糖。哦，我认知的古代人应该是直接讲不同的语言，这个不同的你会的话，大家也没办法听懂。有趣。哇，所以你会吟诗作对哦？吟诗作对。如果想要讲话像古人，是不是要有一点吟诗作对，就可以真的很文绉绉？那应该就是要那个抑扬顿挫，对，还有咬字清楚。哦，这种，对对对。原来如此。可能我没听过古人讲话，所以我也不知道。也不，你不能算古人讲话，就比较像那种古装剧的那一种。那应该蛮好想象的。是啊。哦，那还会有一些称谓，是不是？就是好像每个时代对比你高贵的人，好像都会有一些不同的称谓。这个你很熟悉吗？这个比较熟悉，就是像那种宫斗的那种。哇！该不会有宫斗台词回吧？我觉得听起来超有趣的。也不是不可以啊，我觉得。对。那干脆之后你可以揪一个联动来演一出宫斗大戏，好像不错哎，害我也想参一咖。可以啊，没有问题。太好了。我觉得有人问的问题蛮有趣的，我也想问问你的感觉，就是如果是观众，然后在一群 VTuber 可能在推特上的聊天留言里面插话会很奇怪吗？你有遇过这种状况吗？其实我觉得抛开那些身份，就是我们都是人啊。对，都会有想法呀，所以我不排斥这样的行为。对啊，就是讲的有道理，不是那种无厘头随便插话的话，那我觉得 OK 啊。跟我的想法差不多。我觉得就毕竟社群平台就是一个算一个公开场所，然后就大家都是来网络上玩的，所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不行，就也还好。对啊，就互相交流嘛。很难接的话，
或是很烂的笑话，没有人理你也是正常的，那就那样吧，好像也不会怎样对啊，对啊，觉得不用太担心。人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啦，我们就姑且把所有的都称作人，没关系。就是生命体嘛。好广义，生命体感觉是欧拉夫很爱用的词那我可能不知不觉你被影响被拉夫同化了。我觉得很正常你多跟人家聊天就会被同化，大家小心呢。小心被我同化啊！欧拉夫说不是吗？我觉得有之前联动我就记得欧拉夫有说生命体，还有创造物。对，创造物没错，没错，没错，记得好清楚。我都会记一些不一定很实用的资讯，但是记得了会觉得很好玩。你平常会看其他 VTuber 的台吗？平常对呀。就是如果刚好有刷到的话，或者是我觉得这个直播蛮感兴趣的话，我就会点进去。但不然平时就是工作回来太累了，对，就社畜嘛。就是一个就只想休息。懂了，就是以一个一般观众的状态在看台。啊，对的。像我就有可能会以商业间谍的心态去看台，看看别人都在干嘛。是的，对耶，欧拉夫虽然现在才来，不过我们刚刚有祝你父亲节快乐哦。对。购物车有很多东西可以付清一下。父亲，谢谢。好烂哦。哇，刚好欧拉夫来了，我想问这个问题。他说他有把可惜就是邀请我一起写的那首台语歌《叫我叫我》放进你的歌单，所以你歌回的歌单都怎么准备？都是欧拉夫叫你唱你就唱嘛，拿一个鞭子在后面，欧拉夫叫你唱你就给我唱，是这样子吗？没有，主要是因为我涉猎的曲风就是比较多啦，所以我觉得就是会需要进行分类。那在粗略的分类过后，然后可能又会再更精细的分类这样子。对，所以你会有一个歌曲资料夹。对啊，就是像是中文，我可以分。就是古风，或者是流行，或者是比较那古风又可以分戏腔，或者是一般，对，就类似这种。古风的一般就是没有戏腔，但是古风嘛。对，就是不会。超不熟的，我超不熟古风的。不会有那种戏腔传入，就单纯的中文歌这样子。原来如此。对。那我从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我怎么准备我的歌回的，但是好像可以借机分享一下。好，就是我觉得概念上可能有点跟你不太一样。我是先想歌回标题，然后再对应那个标题去想我要找哪些歌来唱。欧拉夫有帮忙补充他说他会从你的歌单，然后去找出适合做歌回主题的，然后再塞几首他想听的。好，所以欧拉夫可以点歌。对。哇，好，对，欧拉夫老师说他要蛋糕，
那我给他一个大蛋糕放在这里哈，耶，看得到吃不到的蛋糕哦，太好了，好耶，好耶，哇，就是我要讲这么那个吗？就是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啦，就很想分享，就是因为以前有学一点游戏设计的一些方法，对，然后里面有一个概念，我觉得蛮实用的，就是一个叫做我要唠英文了吗？我要变成那种臭 ABC 了吗？然后我把它翻成中文，有一个叫做从上而下的设计，有一个叫从下而上的设计。那我觉得木九的歌回准备方式比较像从下而上，就是你会先有准备很多素材，就是很多首你可以唱的歌，然后再从中去捞出可以做成一个主题的，这个我们会称为从下而上的设计。对，那我自己的话是从上而下的设计，就是我会先把那个标题列出来，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催泪歌回。然后我就会依据这个标题叫催泪歌回去找出适合的歌。我觉得这是大家要做任何设计或是做任何节目规划的时候都可以试试看，用2种不同方式来做。我觉得都会有一些不同的 happy little accident， 会有一些不同的历程啦，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成品，觉得还蛮有趣的。好啊，下次可以试试看，用从上到下还是下到上？没关系，就是另一个你不习惯的方式就对了。OK。我怎么讲了这么枯燥的东西？我的天哪！那如果现在要请你想一个歌回标题，你会有什么想法吗？不太会想，我就可能会想一个主题，就比如说戏腔，比如说对，今天来唱戏腔，对，就这样，很简单。我发现也蛮多 VTuber 朋友们也都会用类似的方式来决定歌回要唱什么，还有一种很干脆的，是直接那个某某歌手歌回。那我觉得也可以啊，对啊，好像也可以。对，就那歌手的经典歌。然后如果那个歌手突然决定要开版权炮的话，你也把它集中在同一个直播档，只会有一支影片被送下去，好像蛮不错的。突然觉得很不错。对啊，不管中几枪都是同一支，好赚哦。真的可以试试看。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学会了。哇，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大事件吗？就是那个虽然可能是比较常唱那个叫什么呢？不能讲悠悠仔仔的歌，这样会骂到我自己。那个叫比较常唱 V 家的歌，可能会用得到的，或是 J， 或是那个你是说那个卡拉 OK 网？那个，对，我知道那个大事件突然说要收钱了。你应该但我觉得我没什么影响，因为我现在还没有收益化。而且感觉你不是狂唱那种歌的人，感觉很多也不一定应该对，我都会唱啊，我都会唱。因为好像有一些人，就毕竟我觉得台湾 VTuber 通常很多，也就是蛮多台湾 VTuber 都比较熟悉日语或是日语歌，所以有一些人可能大部分的歌回，绝大多数都是在唱相关的歌，就很有可能会就被炸烂，因为他是按每一首去缴钱的，搞不好他缴个20-30首，好难，好可怕。是他不是那种买断制的，他是一首一首。对，它是每一首分开算，然后一首就是990日元，所以你如果唱20首，你就要缴20首的钱，就990乘20。哇，那他会追溯以往的那些歌回吗？
哦，好像会哦。我有很认真的看了一下推特上有熟悉音乐制作的人，我觉得就有一个熟悉音乐制作的人，他有分享，就是反正就是他有说啊，我觉得应该蛮可信的，就是因为你那个档还留着，大家还可以去看那个档，所以他还算是持续盈利的行为，他不算是追溯既往，因为他那个档还在网络上，还可以被看。然后被看就会产生收益，它是持续进行中的，所以那个不算溯及既往哦。对，那个还是要缴钱。天哪！没错，如果你把档删了可能还好，但是只要它还放着，所以我应该要去缴钱啦。我有用到一点，虽然没有很多。对，你也要缴？对啊，因为它的收益化其实没有讲的，它的那个盈利没有讲的很清楚，所以有些人比较谨慎的话，就会发现可能有开斗内就算是一种有在收益，所以保险起见可以都先买一买，法律上会比较安全。哦，太可怕啦！真的，那我也先去买一买好了。真的吗？提早准备。对啊。欧拉夫要赌1汤匙的奶油，今天会拿出尴尬转盘。欧拉夫会直接吃奶油哦，还是鲜奶油？你有吃过冰火菠萝油吗？没有真的哦？那你知道那是什么吗？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居然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冰火菠萝油，我的天！菠萝油就冰火菠萝油，它就是一个菠萝面包。那你知道什么是菠萝面包吗？哦，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太好了，它是把菠萝面包切开，然后在里面放一块奶油，然后菠萝面包是热的，奶油要是冰的，所以叫冰火菠萝油。哦，然后那个奶油好吃吗？好油，因为它奶油如果给比较大块，就是它那个就是要吃那个奶油，但是那个奶油就它就是一块油，所以会蛮油的。哦，是的，是的，希望不怕油的话可以试试看。很肥哦，应该那还是比较好了。好，可以试一次啦。好啊，也是好，那就一次吧。太好了。冰火菠萝油是热量很高的东西，但嘴馋的时候很爽。我觉得嘴馋的时候就没有在管热量了，至少我是这样子。嘴馋我可能就不会想要吃冰火菠萝油这种东西。真的吗？那你嘴馋要吃什么呢？因为我是偏吃咸的。哦，所以嘴馋的时候会吃烧肉吃到饱。或者是拉面。哦，所以真的会哦，因为你说或者好哇，拉面也是很咸呢。对啊，我喜欢吃拉面。哦，太妃糖是会咸咸甜甜的吗？甜的吧？哦，是甜的吗？它是甜的。应该是我只有吃过特殊口味，因为我没什么在吃太妃糖。我反而没有吃过特殊口味的太妃糖。哦，那个时候粘牙齿是不是？太妃糖应该要看种类吧。哦，我比较喜欢吃那种硬的太妃糖。看起来热量很高哎。会吗？应该。它是糖跟奶油做的。没关系，我们不要想这个问题。每次大家如果怕热量太高，就去吃冰淇淋吧，它是冰的，可以抵消热量哦。没有这回事，没有。好，今天运动了吗？我有哦，我有运动哦。我下班快走，这样应该也算运动吧？
我去上班应该可以算运动。对，就逼自己就是每天快走这样。好像不错哎，因为其实好像说，就是除了运动之外，其实多走路，就除了大家传统会想象的那种，就是比较高强度的运动之外，其实多走路也是很重要的。对啊，好像说，与其一直运动，不如少坐、少躺、多走。对，像我们这种社畜多做没有办法避免，那就尽量在下班的时候，对，多走一点。我好像最近真的有比较认真，就是我觉得坐太久我就会站起来。对，就是去多走一下，稍微休息一下，运动一下这样。或者是就是剪片剪一剪，就觉得坐太久了，站起来继续剪。好像也是可以试试看了。好有道理，这就去吃一桶冰淇淋。你有吃过整桶的冰淇淋吗？是一整桶都是我的，是这样吗？没错，然后就是把它一口气吃完。好像没有欸，这是我的梦想之一耶。这样不会肚子痛吗？一定会吧，感觉一定会肚子痛跟头痛同时。好想试试看哦，感觉很爽哎。想痛一次试试看。对，就是想试，不是为了想要那个痛的部分，是其他部分。对，而且那个什么，这感觉要趁年轻哎，感觉你年纪越大越不能这样做。对啊，好像是哎，好吧，好吧，还是那个你就你有在立旗吗？立旗。对，有些 VTuber 会立旗，就是什么100订阅的时候要干嘛？像我就收益化的时候有要做某件事，类似这样子。我是那个100订阅的话，要再开第2次的台语歌会。那快嘞，因为现在98订阅嘞。98。没错，我们开播前应该是97，现在98了。哇，谢谢，感谢订阅。我本来想说100订阅是不是要吃整桶冰淇淋？整桶冰淇淋。哇，这个我200还没有那个，200可以，200 OK。所以是100的时候唱台语歌回，200的时候要吃冰淇淋。对，太好了，好像还不错哎。直接把你的频道连结贴给他们，应该很快就可以100了吧？哇，99了，99了！哇，耶，台语歌回，太好了！我们再请欧拉夫点一些想听的台语歌。300要玩恐怖游戏是你齁？300对，好像是上一个直播，已经决定了。对的，还以为是你300，我玩恐怖游戏，吓死我了。哇，你玩吗？我以后立旗我都要立在别人身上，我一定要，这样感觉超好玩的。对，什么我几千订阅的时候，谁就要干嘛。这样赞耶！开刀好了，既然你都说很赞了，耶！迫害成功。那我2000订阅的时候你要干嘛嘞？我要干嘛呢？近一点再来想好了，近一点再来想。好，太好了。感觉欧拉夫也很喜欢看我们玩恐怖游戏，他是不是蛮享受恐怖游戏的？好像很喜欢玩恐怖游戏，我不行，我真的很不擅长，我也很害怕这样。没记错的话，上次联动的时候他就说想要找我们玩 Outlast 嘛。
对，哇，大家好恐怖哦！所以我2000的时候你要吃蚂蚁，是不是太恐怖了吧？不行，立在别人身上这不敢立，个不行，不行。我觉得立在别人身上只能说什么？我2000的时候他唱台语歌，怎么又台语歌回？顶多只能这样了。吃蚂蚁太恐怖了，这个我不敢，这个我不敢。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对，这会翻脸哦。这个手足之情也是很容易断的，把手脚打断就没有手足了。对，可能可能会把脚给拔掉。不要，怎么连你也啊？好啊，全世界都想拔我的脚。哇，我本来是想要问你出道到现在有什么心得的，但是你还没出道。那我换个问题，从你偷偷摸摸的开始活动到现在为止，有什么心得吗？心得，我想想，其实前阵子我觉得我自己还蛮焦虑的，对啊，但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是在焦虑什么，因为可能想要被更多人看见，然后想要认识更多人，但是就是想象太美好，然后现实就这样子，就觉得有点挫折。但是后来又想说，我才刚开始没多久，对啊，所以就要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这样不要让自己有压力，就开心就好。对，你一开始出道的主要目的是要赚钱，还是主要目的就是让我的歌有更多人听吧。感觉跟我蛮像的。赚钱倒是另说。虽然我不是歌士，但是我主要也是想说，出道就是强迫大家，没有强迫啦，就是想要讲一堆话叫大家听。不过，对啊，我觉得可能大家难免都是会流量焦虑，就算明明就知道不是出来，主要目的不是赚钱的，主要是想做的事，但还是难免，就是毕竟在后台看到那些数字的时候，就还是会难免会跟别人比，然后跟预期落差很多的时候，就一定是会觉得蛮挫折的，我觉得真的是无可避免。对，就真的会去跟别人比这样。那你平常都跟谁比呢？这不能问吧？好像没有在这样问的。又在乱问问题。跟自己想象的未来比。哦，会也会，或是有时候也会跟自己比，就是昨天的同阶比较多，今天同阶变少的时候，就觉得这怎么会？为什么？我做错什么？然后就觉得很不爽。对啊，又或者是那种，就是可能就是那些粉丝，就是还没开播前，他就会跑过来信誓旦旦跟你说，哎，你开播什么时候？我一定会去支持你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后来你就很期待，可是你开播之后，他连个人影都，说不定他有补档啦。可是他是那种就是会讲话的那一种。你说平常有来就一定会在聊天室讲话？对对对，我觉得会耶，就是我也有遇过，就是有观众许愿说想要看什么什么主题的台，然后我真的开了，结果许愿的人没有来。对啊，就会有一种挫折感。我以为你要说被欺骗的感觉，看来没那么严重。但我觉得欺骗还好啦。对，因为如果换成是我的话，我可能也会就是当下就是许愿，或是就真的是想要看主播开那个台。可是因为毕竟大家都还是有自己的生活，所以如果突然有什么其他事要忙，突然行程有变更，然后就没有看台，我觉得也是难免的。至少我自己会想要叫自己这样想。对啊，就是后来就想说，这些都是人之常情。对呀，因为有时候
我不知道啊，有时候毕竟隔一个荧幕，所以有时候观众会忘记主播是一个生命体，然后主播可能会忘记观众是人或其他生命体，对，所以就是有时候真的是大家忙就没办法来，这也是难免的。对，对呀，就是主要就是大家开心就好。没错没错，就是创作者通常都会自寻烦恼，这也是没办法的。对呀，对呀，有趣有趣。你还有什么其他烦恼吗？其他烦恼吗？比如说睡不饱，或是没有人给你钱，或是欧拉夫其实会打你之类的。哦，不会了，不会。然后好，拉夫不会打我，不会打我。好了，拉夫也不会打我。他很好的，他只会拔我的脚，拔掉。对呀，可是真的蛮好看的，真的好看就把它留在我头上啊！为什么一定要拔下来呢？为什么？当那个装饰品啊。它可以装饰我的头啊。可以找其他东西来装饰你的头啊。你是说把我的脚夺走之后，拿其他东西来代替我的脚？对啊。那你会想拿什么东西装饰我的头？我很好奇。那种头饰，那个叫什么项链？项链还是头链那种东西？哦，反正就是有头链这种东西哦，反正就是放在头上当装饰的东西。对，那叫头链吗？啊，不是，我忘记了。不用把脚拔掉也可以放啊。还有那个什么粉红色的蝴蝶结，我觉得不错，但是不用把脚拔掉也可以放啊。可是脚很漂亮啊。那就把它留在头上，不是很好吗？好，绷带，我的天！不用拔我的脚也可以绑绷带啊。不用把脚拔掉也可以把头敲破，不是这样。好，我觉得这里越来越奇怪了。它不会再重新长一个出来吗？要耗 MP 耶，要耗魔力耶，很麻烦。可是它会长出来吧？谁会把止血带绑在头上？感觉很痛哎。这是紧箍咒哦。那你会想在自己头上加什么装饰呢？我吗？我其实一顶官帽。你有官帽啊？是所谓的乌纱帽吗？对，但是比较小一点。哦，你有随身携带哦。有，但是现在还拿不出来，它是还在制作当中。哦，原来如此。好啦，有人想要看我头上有绷带，让我来贴个 OK 绷，看看好不好看。好了，耶，我是时尚的尖端，耶。很 fashion。头上的卫生棉也太前卫了吧！这个显然是 OK 绷，对，好像看久了其实还不错哎，看久了会习惯你。看起来很像我被木九打了。引领那个流行风潮。没错。以后我的粉丝们就会在头上贴着 OK 绷到处走，那也不错哎。对呀，那也不错。就是有贴那个 OK 绷，就对，
就是火蛇的粉丝，就知道是你粉丝。对对对对，以后他们就会在那个路上看到人家头上贴 OK 绷，就说你有看成火蛇吗？然后就没有，我刚刚被揍，或者我刚刚撞到头，耶、欧拉夫问你想不想要长脚？长脚吗？对呀、你要长1根、2根、3根。没关系，我觉得先不用，因为脚蛮危险的。你是说会被拔是不是？对啊，我发现了，但我发现的太晚了。不是，我委托的时被人家候，拔掉。我委托的时候，拉夫没有跟我说脚会被大家拔、很漂亮就会拔走啊。那就好吧，那是欧拉夫太会了，他把我的脚弄得太漂亮了，真没办法。有人说你适合鹿角鹿角太好了，可以采收鹿茸了，感觉超痛的。鹿角也会重新长出来，是吗？哦，可是，它好像那个切鹿茸的时候好像会痛但是会再长，所以可以继续痛。哇，嗯。有人说也是对，不要切就好了。不要切就好了。我觉得你不要相信人性啦，你长了脚就可能会被切，还是大家只针对我？不可能吧？不可能吧？好像是有可能吧？对啊，我好像没有看过其他有长脚的 VTuber 整天被说想要拔脚真的只有我天哪，我是特别的，太好了。好吧，有人说没有要贴 OK 绷，但是会贴有礼貌贴纸，请问是贴在头上吗？因为那个花花贴纸。你说花花的 OK 绷啊？有那种颜色啊，没有，就是那种幼稚园不是会贴那种小花花贴纸吗？代表你很棒啊！对啊，那个不是贴在作业本上那个是贴在人身上贴在人身上也可以啊。好像是可以哇，如果你知道要出周边，你会想出什么周边？周边是会有那种那叫什么声音的系列的吧，就音声这种东西。像是闹钟吗？闹钟就是叫醒你，没错，那种吗？没错，可能是比较就是会有一个情景剧啊，这种的，要不正常也是可以。对啊，那种有剧情的真的是还蛮，好像还蛮多人喜欢的。对啊，就是把自己带入那个角色里面嘛，就是可能以什么样的视角，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情况，对的那种音声。你会想出宫斗的音声吗？然后可能那个听的人的角色是丫鬟，你会被那个少主痛扁这样子。有人买就出啊！你们有人要的自己讲
不讲就没机会了，讲了也不一定有，但是讲了有机会。想被骂，想被当丫鬟就会，我不知道，我觉得大家的想被骂应该不是这种的吧？哇，欧拉夫会用布丁狗图案的 OK 泵哎，好可爱哦！哇，我的 OK 泵都很普通。但是我觉得有道理耶，用可爱 OK 泵受伤的时候可能会好，就是会感觉开心一点。但我没有用过液体的，液体 OK 泵有这种东西哦。我只有听过液体卫生棉，我没有听过液体 OK 泵哎。怎么感觉听起来很类似？液体 OK 泵是那要怎么弄啊？它长得好像人工皮哦。哦，不是，不一样啊！哦，不一样！哇，它是挤那个液体挤在你的伤口上啊，好酷哦！好酷哦！那个跟一般的那种药差别好像是它会就是挤完之后，它会形成一个膜，然后那个是可以防水的。是不是弄上去的时候会痛啊？可能哦。就是它挤上去，然后过段时间会形成那种透明的薄薄的膜。好像是哦，好像是。好酷哦！对啊，我第一次知道。我很久以前知道过，然后完全遗忘了，直到我终于 Google 到，我才想起来，对，有这个。但我没用过哎。我也没用过，很方便，但是很痛。所以那个喜欢长痛不如短痛的人应该可以用。但它会比较贵一点。对，那应该也很贵。欧拉夫好可怕，他想在女儿身上装双下巴，把儿子的脚，把合作伙伴做成锅贴，把合作伙伴做成锅贴是怎么回事？还没有破案。阿天老师，双下巴。对呀，双下巴。人家不是美少女吗？还是那个女人是小兰吗？还是应该不是我啦，应该不是我，还是你也想要双下巴？我不要。我觉得双下巴比拔脚好多了耶，我觉得双下巴不错啊。太恐怖了，欧拉夫。双下巴就不好看了。不会，表示过得很好啊！不行，观众就会说吃太好了，不给你钱。好吧，当我没说。我要然后保持这种骨瘦如柴、瘦瘦的模样。骨瘦如柴也太瘦了吧？你喜欢骨感的形象是吗？也没有啦，其实，喜欢刚刚好的。好吧，至少双下巴应该是不太适合我们。我觉得拉夫可以把双下巴留着自己用。他想要在所有 LED 上面都装上下巴，为什么？太好了。我们会成为实验品。对啊，我觉得我们注定就是了，这没办法。虽然你
只是偷偷摸摸的开始活动，但是你好像也其实已经有蛮多联动的耶。其实还好，就2个，然后再加就是大富家族的你跟小兰，没有人了。我觉得在那个影片里面的比例也不算低了。是这样子吗？对呀，而且也好像就其实每一个人的做法也差蛮多的，应该也有蛮多 VTuber 是那个联动的频率可能是更低的，所以我其实觉得你已经不算低了，但是我是算联动算很多的，因为我很喜欢联动。我觉得我跟我看的其他人比起来算偏高。因为我除了想唱歌之外，我也想就是认识更多的人，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互动联动，对，所以就很努，对，希望有更多的 V 鹏鹏可以来，就是跟我联动。所以通常是你主动邀人家，还是你等别人来找你？要看那个熟识的程度欸。如果我觉得我不肯定的话，我不敢贸然去。那简单来说，就是我脸皮很厚的意思。没有啦，我之前好像也有跟我的观众讲过，就是我邀联动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在管的，就是我就是先邀再说，大不了反正寄 email 不用钱，大不了他封锁我，大不了他按我是垃圾邮件，应该是不会怎样。就是你去主动去信箱 email 询问。我自己的话，如果因为我有时候我主要就是会在推特上 follow 一些 VTuber， 然后如果我从他的推文或是看他跟别人聊天，感觉我跟这个人好像有话聊，好像可以适合跟他联动的话，我就会试着直接从推特私讯他。我真的是没有在管的，对，就是先丢私讯就对了，大不了被当陌生讯息。对，但是如果他没开私讯的话，所以那种你说，你说啊，你说哪种？你是说企业式，然后有自我介绍，有说请 email 到这里的？对啊，就是那些都是，所以就是，后来你们就没有可能，应该说你的那个直播就是你们一开始第一次见面初见。好像蛮多都是的耶，但也有蛮多不是的。对，我也不知道大家感受得出来，或是感受不出来，我也不确定。大部分的那5颗零基本上都是初见。对，然后因为每个人，对，是蛮刺激的啊，我就没在怕，所以我就真的是弄欧北来。对，不过我觉得每个 VTuber 的那个怎么讲啊，就是每个人的界限跟每个人想要的距离感都不一样。那如果他有就是如果他的自我介绍有说请 email 到这里，我就会照规矩，我就会那叫什么，就叫规矩来。就是他如果有说，比如说企业室，然后就是说请 email 到我们的工作室，然后我就不会随便私讯，我就还是会寄过去。我觉得欧拉夫问了一个好问题。就是你先。是啊，你先说。没有，就是如果是那种个人式的话，你就会直接私讯他的那个
Twitter 的讯息。对，没错。那如果是那种企业式，你就会寄信箱。基本上两个是分开的，基本上是这样，没错。就懂了。对，因为大部分的企业是比较会在自介写说什么联动合作、联动邀约，请 email 等等，所以我就会照他写的做。如果是个人式的话，很多就是不一定有这样写，然后他的私讯又是开的，我可能就会直接踹门。对，我觉得直接。我最近自己发明个词叫做踹门，因为我觉得还蛮有那个生动的感觉，我就直接踹他的门，然后跑进来说：“要不要联动？”是，对，没错。好，然后欧拉夫问了一个好问题，可以画梗图好像可以耶，好像可以耶，感觉很符合我的那个会做的事。好，那傅老师问什么？他想要知道这样邀的成功率多少？好问题。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这样邀的次数也没有很多，就是我说的，就是真的写 email， 然后寄到指定信箱做这件事情的次数还没有很多。对，我有邀企业式的，但他还没回，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然后我还有邀过那个金曲奖得主，对，然后他的经纪人有回信说目前没有相关的安排，然后之后有机会可以再讨论，算是被拒绝了。然后我觉得有寄信的失败率比较高，但是如果是直接私讯，就是大部分的个人式的话，好像成功率都蛮高的，因为个人式可能也没什么限制。他也不用太担心说去别人的频道合作，然后会不会形象被影响到什么商业上的考量。个人式好像就比较不会有这么多考虑，所以成功率就比较高一点。企业式的话，毕竟我也是个小咖，所以可能如果流量差太多的话，人家不想要拿宝贵的时间来跟我合作，我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能要等我大为一点的时候，我再寄一次，可能就会成功了。至少我是这样想的。是通常都是经纪人在回，对，是应该就是本人会看到，对啊。我发现每一家不太一样，每一家企业式的做法都不一样，有一些是会自己回的，对，对，就是我以为他们都是经纪人，其实我也以为，对，但是我之前也有邀请过企业式的人合作，然后他的指定信箱是他的个人信箱，他的指定信箱不是工作室的，就是看那个叫什么，看他信箱的名字，其实就看得出来，因为你看那个名字是工作室名字，就是寄到工作室，然后你看那个是主播自己的名字，就是应该是他自己在收信，对，然后我有遇过就是本人回信的，对，虽然一样是被拒绝，对，没错，对啊，但是我就是觉得虽然成功率很低，可是寄信好像不用钱，所以万一成功了，因为我自己也是觉得，我会想要邀对方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做起来会有趣，所以我觉得说不定他也有什么10%的几率也会觉得有趣，可以来做，那个10%的机会还是可以把握一下，这样我去邀个10个人，或是邀个20个人，也总会成功一次吧。一个这种想法很正向对啊，很正向，买乐透的概念。但我觉得还蛮多人都，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那叫什么，也不一定是创作者才会有这个现象就是感觉蛮多人都会在试着去做之前，就先想象自己会被拒绝，然后就决定不去做了，是觉得还蛮可惜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做起来也不需要成本，比如说我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比如说你读书的时候，然后什么你补习班的隔壁的同学，那你觉得非常有吸引力，你好想跟他讲话然后就一直不敢跟他开口讲话，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想你会被他拒绝，或是他不理你了。但其实你还是可以有礼貌的跟他搭话看看，对，因为你搭话失败也没什么损失嘛。
顶多他再也不理你。那但是这跟你从来不搭话又有什么差别呢？即便你成功的几率可能只有10%，但试一下不用钱，好像还是可以试。完蛋了，我开始说教了。因为我在求学的期间也是有遇到一个就是我很感兴趣的，但是如果我不去主动的话，我会觉得他应该也不会主动来跟我，对，我就豁出去，就跟他搭讪这样，对，然后后面我们就变得好朋友这样子，对啊，很酷很酷我也有做过类似的事，就是对，不一定是爱情上的，就是单纯觉得这个人好像很酷就也是可以去搭话看看。对呀。宝箱有想要经纪人，是想要经纪人帮我回这些吗？差不多，但是有点相反，就是我不是想要我的经纪人帮我回别人的邀约，是我觉得自己去邀约好麻烦，我想要我的经纪人帮我邀，就是我会想好我想要邀谁，可是因为邀人的时候，照理来说，如果你有礼貌的话，你要写企划书给人家看，我觉得写企划书这件事情有一点麻烦。然后除了企划书之外，你的那个 email 本身也要有礼貌，然后你要写出有礼貌的文字，也有一点麻烦。对，我希望这些麻烦的事可以有人帮我做。没错。你会想要经纪人吗？我吗？对呀，还是你已经有了？我应该也不算。拉夫老师应该算是半个经纪人。对，因为经纪人的工作范围也蛮广的，他会帮你做哪些事呢？偷装双下巴？那也不错不是，我是说，没有，大家听到了，欧拉夫听到了，他说不错你已经有了，我的天！你有双下巴不是啊，我没有双下巴，没有，不要装双下巴。可能是你不知道而已。我没有双下巴。太好了。好像有对。好像有，对，有经纪人，只是现在因为我现在业务还非常的小，所以对他没有什么，对，还没有要开始做事，对。还以为是有双下巴，原来是有经纪人。没有双下巴，还没。哇，以前去吃的餐厅有个店员长得很可爱，后来就在回馈表写自己的联络方式，我的天哪！然后隔天收到他传简讯说早安，太可爱了吧！哇，很可爱好赞哦！对呀，有行动就有机会。对啊，对，没错，这个跟骚扰还是要大家应该把握得到那个界限的，应该可以的。我之前在咖啡厅打工，也有遇过怪怪的人。他说：“怎么说？”他是一个阿伯，然后他好像我不知道我根本没有遇过他，我第一次遇到他。然后那个我出餐给他的时候，他就说很想要跟我拍照，我就觉得好怪我就没有很想，所以我就跟那个店长求救，然后店长就跑出来帮我说，我们不方便对。然后那个客人就还说，我觉得我跟他很投缘，很有话聊。我就想说靠腰，我根本没跟你讲2句话。超怪，又不是那种
南浦咖啡厅，说什么会有那种拍立得。没有没有，有的话那个也要付钱呢。对啊，对呀、而且就算他给小费，那个小费也不会进到我的口袋哦。哦，我们的小费箱是共产主义小费箱。那如果他私下给你，然后说想要拍一张，那他看给多少我觉得多少？给哦，好吧，我就知道会被这样问。我觉得要个2-3千吧，因为我真的没有很想要被不认识的人合照，所以我要收的比一般拍立得贵。哦，不知道女仆咖啡厅的那个拍立得是不是全拿？感觉应该会有抽成感觉他们也不好赚。我是不确定啦，我没有当过，我也很少去，我这辈子只去过一次。我还没有去过女仆咖啡厅。那你会想去吗？我还蛮想去的，而且我想要去客人。我想去当客人，我不能。你可以当老板或是当后厨。我是想去那种那个涩谷吗？哦，你要去日本哦？对，我想去那边体验一下。哦，感觉我不太确定涩谷的是有什么特殊的特色吗？像我知道有一些很有特色的是那个女仆是问题儿童，然后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不是人设，那是真的有点状况的。那种可能就会避免掉。对啊，然后就是那个应该是给就是真的很特别想要去试试看的人，然后就是说真的会迟到，然后人真的不见。等一下，不是涩谷啦，那个什么那个秋叶原。哦，秋叶原。秋叶原。跟日本不太熟，感觉秋叶原就是动漫重镇是吗？对啊，对，我想要去那边看看。哇！感谢菜鸡的降落，我的天，这真是我的荣幸。谢谢菜鸡里长降落过来。感谢降落。感谢降落。我们在尬聊。谢谢。但是有比第一次好了吧？有，也比一开始好很多了。我觉得真的有。太好了。对，太好了。我还没有跟菜鸡聊过天呢，有机会也来看，可以多尴尬。应该不会比我更尴尬。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蛮喜欢看这种尴尬的感觉吧。这样子吗？我其实蛮喜欢看的，我其实蛮喜欢看其他有一些也不一定 VTuber， 有一些 YouTuber 也会有一些很尴尬的节目，但是那个尴尬就是真的是他的特色，是好笑的那种尴尬，我就蛮爱的。对，我觉得也不错啊。但是我们这个尴尬不是节目效果。我们是发自内心的尴尬，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很熟。这也是没办法的。真的。菜鸡跟我不会尴尬。我觉得的确，因为有跟他合作过。你会想跟我合作吗？不一定是直播，可能是 shorts 啊，或者是影片类的。你有想过吗？有，可以现在想想。真的，你有想过？我的天，这真是我的荣幸。你有想过吗？我想过的时候是上次那个欧拉夫是有画那个曲绘的时候，我觉得天啊，欧拉夫老师画曲绘就是会动的那种，整个 PV 超赞的感觉，我们真的是应该为此合唱一下，但是就不知道要选什么歌，选那个我们都熟悉的，或者我们都有感觉的，好像会比较好。对，但是就还没做这件事。但是我们的那个歌曲库好像
对，不是很 match。对，上次好像有想过这件事。V 加应该还行吧？我 V 加 OK 啊，我 V 加 OK， 那就好。我们有 V 加老哥，可以的，可以的。选最老的那种。好啊，那没问题，没问题。太好了。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谁要来当主揪？当主揪好累哦。是要看要唱什么系列的歌曲吧？也是啊，系列吗？我以为是只唱一首，我们要唱主曲啊。不是啦，就是那一首可能会需要多少人，要分多少人，分配多少人这样。我还想说主曲的话，欧拉不会画到死，太累了，他会累死。对啊，哇，我也不知道大家都听些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V 加老歌。我比较有记忆的是什么 Meludo 那个 Melt，还有什么Koi wa Senso 那叫什么恋爱是战争哦，好像有点太老了，我都不敢讲不会呀，感觉就是大家都有听过的那种程度，感觉可以。对啊，就是要大家都听过这种冷门的，反而对。怕大家没有共鸣，怕我们3个没听过。对，你有去过日 K 吗？我还没有去过就是我想要去预约，他的预约都满了啊。我只有去过一次，真的蛮好玩的。对啊，有机会会想去。对，然后我去就是去唱V 加老歌。不会啦，不会老了，经典啊！好会讲话，我应该向你学习。太好了，下次不要说人家老，你要说哇，你好经典。好像不是这样讲。成熟、资深，有历练。天哪，有故事。好，不要有事故就好。我实在说观众看的东西经典，好，我以后会改进，我会说你们看的东西都好经典。我哪有？我才不会说观众看的东西很老，我只会说观众的爸爸妈妈看的东西很老。是说那时候我跟我那群朋友去日 K 的时候，其中有一个超级不宅，他根本连 V 加的歌半首都没听过，但他还是跟着去了。他去那边当气氛组，他还有唱歌，你知道他唱什么歌？他也不听日本流行，但是日 K 可以点得到欧美流行。他点了那个什么 Shape of You 啊，对哦，然后就会获得全部都是片假名的歌词，超酷的，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日 K 会有欧美？毕竟日 K 就是把日本的机器搬过来嘛，日本人可能也会想唱欧美的。原来如此。对，听说日 K 也点得到中文歌好像说什么点得到王力宏的歌但是一样那个歌词都是片假名。周杰伦的歌也点得到吗？这我不确定，感觉有机会感觉够大尾的都有机会陈火蛇的可能就没办法。毕竟在台 K 也点不到，好可惜。对，好可怜，怎么会这样？一定是钱不够，一定是我没有月入200万，请大家帮帮我，解救陈火蛇。谢谢。一人100块，这样我需要几个人才有200万？我需要2万个人，靠腰，太难了。哇，你100订阅了，你可以开台语歌回了。哇，你怎么一直在关注？谢谢。我就想说，我都把
那个频道连结贴上去了，应该要去订阅吧。现在有8票，里面有62%的人早就订阅了，有38%的人，应该有个3个人去订阅了吧？应该有。太好了，谢谢大家。太好了，太好了，可以来点台语歌了。好耶，好耶，可以去我的棉花糖里面点歌。哦，好耶，那我也要点，我要点那个我自己喜欢的，没有在管木九喜不喜欢。OK 啊，没问题啊，我看我学不学得起来。对啊，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踊跃跟主播许愿啦。至少我是希望我的观众踊跃许愿，就是这至少对啊，就我会知道大家想要什么啊。如果我做不到，我就一样不会实现，那也是没办法。对，起码你说过了，对，起码我也学过了。你努力过了，对，太好了，哇！你有收过梅花糖吗？就是骂你的。没有我之前我现在的棉花糖很冷清。我也是觉得我的棉花糖没有很多，可能因为这样才没有遇到那种来骂我，但我就一直很想要收到为什么？因为会觉得只要够红就一定会有酸民，所以没有酸民就会让我觉得我不够红，好扭曲的心态。哦，就是收了就会觉得，就是因为够红，所以才收到这些。对，完全不会觉得被骂，收到就是太好了，我够大尾了，有酸民了。那也不错啊。对啊，不过好像影片留言就有遇过啦。对，因为我比较以前的影片做比较多跟台语有关系的，啊，有些人就很讨厌台语，对，所以就会有遇到。怎么会？耶，我够红了，开心了。怎么会有人讨厌台语呢？我也不知道我也觉得很神奇。就会听不懂，所以才……我有点忘记了，因为我真的完全看到那个留言，就只是觉得耶，我够红了，我完全忘记他到底在讲什么了。但好像我比较常看到的是有些人，因为我做台语相关的影片的时候，我会用台文字啊，有些人就是看到有人用台文字就会很不舒服，他可能不喜欢有人用字写台语吧，对，因为有些人就是因为毕竟学校没有教，所以大家不会才是正常的啊，有些人就觉得。就不会，那就是你今天用这个字是怎样？想要告诉我是文盲吗？然后就不爽了。有些人会这样，虽然是少数啦，但是好像在留言区就是加减都会看到。可能就是看不懂，所以就不爽这样子。对，看不懂，然后就不想要人家用，对，会有这种人。好奇怪哦。对啊。就是我觉得那也是少数人，只是因为多数人可能看过去滑过去不会特别留言，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都是我觉得在任何的社群平台上感觉到很多酸民或是很多负面的讯息的时候，其实是因为大多数人可能根本就不会留言，所以会显得那些奇怪的人存在感特别高，但其实他们可能不是真正的多数人，所以大家如果收到这种讯息的时候，可以不用太检讨自己，对，我是这样想，把他们当笑话看就可以了。真的，或是把它当做你够红的一个指标。对，你可以抬头挺胸说太好了，我够红了，有酸民。对呀，耶！我觉得最近酸民好少，有点难过。我帮你许愿一下。有，上次跟大家许愿想要收棉花糖，就有人想要收梅花糖，就有人投了一个，但是因为很明显是自己人，超不凶的，我觉得很好笑。
棉花糖，没错，发霉的霉。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开始这样子描述，我就跟着用。嗯，是的。好，来问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请说。如果你不考虑钱，或是不考虑麻烦程度，也不考虑流量好不好的话，你有没有什么想做做看的企划？有因为我其实蛮喜欢那种解谜那种东西，所以我想说，如果不考虑那些钱还有流量，或者是那种很难做的话，我想做一个 VTuber 界的剧本狼人杀。哦，蛮酷的。对啊，就是参与的那些 V， 他们就是都会分配到角色卡，然后也会有自己的秘密任务。对，然后比较特别的是，在那个活动期间，就是他们所有的平台都会换角色的身份，就是他们会演绎他们的角色，而不是他们 Tuber 人设。哦，所以它不是单次联动就结束，它是要玩好一阵子。对，好酷哦，感觉规模很大哎。对，因为你说如果不考虑那些东西，对啊，然后对啊，就是他们可能发一些讯息，然后会把一些线索或者是伏笔，就是藏在那些就发的那动态消息里面。所以观众是一起解谜的。对啊，超酷，好赞哦！听着就会觉得很兴奋耶，感觉是超好玩的。对，然后就除了 V 他们互相会投出谁是狼人，然后会有另外一个是交给观众去投。哦，对，就是更有参与这样子。好赞哦！可能也还会为了这次活动，可能就会去自家设另外一个网站，然后里面就可以丢一些，就是那些角色卡，就是那些 V 的会啊，或者是一些他们互动的过程啊，或是我们一些特别的语，然后演绎的桥段之类的。对，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就是再变成周边贩卖。太好了，趁机出周边赚钱，一定要。对啊，一举两得，但这个就只能想想而已。对，非常好，很酷。我觉得有任何这种疯狂的想法，都还是可以先存着，哪天突然发达了，再拿出来用。好像也是可以。对啊，做梦不犯法。对。哇，你这样一说，让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之前也有想过，想要做，也是像剧本杀这样子的形式。但我想象力没有像你那么丰富，我只有想到就是单次，然后就玩而已。对，但是我不会写剧本，我不会写剧本杀的剧本，那个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还蛮想要找人写剧本，然后我把它翻成台文的，然后就找人来用台语玩，感觉也是蛮酷的。但是这还在做梦阶段，那个钱没有够多的话是不会实现的。对。但我觉得你说那个超酷的，就是啊，真的吗？因为观众可以一起参与，真的。对啊，观众可以一起参与这件事情很有趣，而且让主播就是不是平常的自己去扮演一个角色，这件事情也是就感觉就蛮好玩的。但很难，但是就是那个 V 就很考验那个演绎能力啦。对，可能要平常就有在玩这种的，擅长扮演才有办法。对啊，很炫呢，很炫呢。谢谢。哇，我的话是有一直想要做一些有点像综艺游戏的啦，就是玩一些娱乐效果为主的游戏，就比如说之前有找人来划龙舟，然后其实就是在玩一个
简单来说就是很破烂的桌游，但是主要就是给大家看那个互动过程跟那个无厘头的过程。我也觉得这个好像也是就很像那个电视上会看到的综艺节目那样子。我感觉，因为我自己也喜欢看一群人玩游戏，然后我自己不用玩，所以我就也想要做这种节目给大家看。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这种节目我都会尽量做台语的啊，我就觉得有在用台语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没有很多，所以我就会想做。但是我现在都好一阵子没有做这种企划，就是因为好累好麻烦，然后流量不一定很好，所以我就被现实打倒了。就对，辛苦。不会啦，这也是当那种主办，就是你不会下去玩，你是看别人玩的那种。因为没有别人当主办，所以我只能当主办，不然我也蛮想下去玩的。哦，对，但是我好像从小这个我有跟观众讲过，对，那我可以再分享一次，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设计游戏给别人玩。然后我从以前就喜欢设计别人，对，所以我就会一直当那个主办人的角色。没错，我已经习惯当幕后黑手了，没有习惯当玩家。那如果有机会，你会想下去玩？会啊，你要办吗？如果你有办那个，这我不太会。大型剧本杀的话，可以找我。不一定要台语的，大型剧本杀，这个可能还要很久才会实现。先存个30年的钱。没错。这么老了还在当。你们要开一辈子的台哦？一辈子，这有点。我的观众都叫我要开一辈子。我的喉咙可能没有办法。的确，以后就可以对照一下什么20年前的火蛇跟那个20年后的火蛇，哇，声音怎么差那么多？讲太多屁话。有可能。就变得更有故事，真的变得更经典、更资深，好会讲话。哇，今天学到怎么好好讲话了。你会教你的观众出道吗？我的观众吗？但是他们好像也没有就是给我一些特别的想法或者是回馈什么的。对，原来对，可能因为我刚好遇到的一些观众是会喜欢分享自己的专业知识，我就觉得哇，好专业哦，可以出道吗？我想看。就是有什么样的主播就有什么样的粉丝，对，我觉得粉丝都多才多艺。我没有多才多艺啊，我只是很啰嗦而已。可是我觉得你很会想那些企划呀、活动啊，对，我觉得这就是多才多艺了。好像有道理耶，好，我欣然接受。谢谢你的肯定。像我就觉得，好吧，我就觉得我其实不是特别擅长，我只是特别坐不住，就是有想到什么就觉得好来做看，把它做出来看看。所以我自己其实会常常觉得做出来的东西没有像自己原本想象的那么完美，对。但是我觉得我的优势可能就是在坐不住，想到什么就会想要赶快把它做出来看看。所以也许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就是不会有那种拖延症，就是想到什么就做什么。对，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哇，天哪，怎么又被降落了？真是我的荣幸。感谢虎一的降落，感谢降落。好突然，
突然被降落，我从来没有一天被降落过2次，应该没有吧？好像有对，但是很少，所以我现在蛮紧张的。你们好啊，我们在尬聊，但是没有一开始那么尬了。虽然还是很尬，对，但我觉得我们进步蛮多的。太好了。哇，那大家学会了，就是大家不用真的很优秀，只要一直坐不住，只要行动力很高，就会被夸奖咯。不过真的啦，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真的很多人都会多少有一点完美主义，就是会觉得一定要准备到100分再把东西做出来，但是其实很难真的准备到100分，所以可能很多人就是会一直觉得还没做好，结果就一直没有把作品拿出来，就不会被看到了。所以我觉得有行动力也是不错的，就是不一定真的要准备到充分才真的开始做，可以边做边进步。大家可以试试看。其实像我之前，我是想说等到正式出道之后，我再来开始活动。对，但是，对啊，就是因为那些就是可能企业是可能都这样子。对，我就也是这样的想法，但是拉夫他就说你要先熟悉，不然你一开始对你会失败。但不是这样讲了，反正就是你 get 到这个意思差不多。对，要先熟悉这边的，然后认识人，这样你在正式出道的时候，就是更会得心应手。这样，我觉得这很有道理。哇，唐突点一下，就是猫猫卡爱说最近有开始研究李明 VP， 太好了，离出道又进一步。那刚好可以接续刚刚这个话题，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就是可能很多人都会看其他可能大尾企业是怎么做，就会跟着用一样，就跟着想要复制一样的做法来出道。但是我的确也常常这样想，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多想一下，就是有很多约定俗成的公式，其实是不一定需要遵守的。比如说初配信，对，可能大家很常的理解就是初配信之前不会有任何直播，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初配信，然后初配信一定要用可能类似有 PPT 的方式来自我介绍。但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打破的。像我自己，就是其实没有初配信，对，我宝箱形态没有初配信啊，但是人形化的时候有个直播啦，有点像初配信啦，对，但是就是我觉得大家可以保留，因为如果是个人式的话，就是真的可以更大胆，因为你不会有太多来自你的企业的压力，所以其实可以做一些更大胆的尝试，可以试试看不同的做法，可以打破那些大家习惯的，是还蛮好玩的。比如说什么凸带，通常好像也没有通常，我突然举不出好例子，对，等一下想到的时候再来举例。OK， 没错，对，有被观众记得的 V 就是好 V， 对啊，就是每个人都很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本来就不用跟大家一样，的确，真的，开心就好。哇，猫猫卡爱说有考虑剪影片，可能设备空间没办法直播啊，这也是啊，就是大家可能很习惯 VTuber 都是以直播为主，但其实不一定，也是有影片式的，也不少。其实 VTuber 最一开始有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我记得最一开始也是影片为主，一开始其实也不是以直播为主，所以就不一定。对，好像是。对呀。我其实一开始也是想要以影片为主，我其实一开始也没有想要以直播为主，但是我发现开直播蛮开心的，可以跟大家即时互动，所以现在就比较爱直播。嘿，了解，没错。那你最近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最近吗？我知道，你是不是有一个拔旗台语歌会？刚拔的。对。
没错，台语歌会，就想听什么都可以，丢我的棉花糖。好，我去找你的棉花糖。想点什么都可以。谢谢。不会。然后礼拜日会跟那个小兰，对，继续跟欧夫家族破冰。喊掉了，画不完。对，没错，要跟小兰联动。对，也是差不多像今天这个样子。但是应该会唱歌吧？小兰有跟我讲，你们应该比较熟吧？应该不会尴尬吧？不好说，其实。太好了，那有喜欢看尴尬的，要记得去看呢。是这样吗？他应该比我有礼貌啦，应该不会像我这么乱来。不会啊，你很有礼貌啊。我跟你说不会啊，他也没有礼貌，吓死我了。真的我很有礼貌，天哪！那我下次要更没礼貌了。好啊，应该第3次的应该不会再这么尴尬了。太好了。请问我跟欧拉夫掉到水里，你会先救谁？我上次是不是问过你这个问题？好像有好像有对啊，我记得你是先救欧拉夫嘛？对，我还是会先救欧拉夫。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没关系，毕竟是欧拉夫会帮你装双下巴，他还没装好。可是他是说都装那你应该也会有所以你把他救起来是为了让他可以装我双下巴原来如此。对，大家都会抢着救他，我的天哪！有福同享吗？有福同享，真的是蛮福气的。我这个成熟的宝箱呢，要会自己浮起来，是不是？死透了就会浮起来咯。喂，好啦，没事，真的在乱讲话了。好，那我要宣传什么嘞？打开我的手表看一下。我下次直播是下礼拜一晚上8点，会跟集彩天会转一转深 V 转盘，又要来深 V 话题时间了。然后我的深 V 话题时间有唐突升级了，现在大家可以投稿想问的问题给我们了。对啊，待机室已经开起来，你们可以去待机室找到那个投稿的方式。好，我好像也就只要宣传这个。因为我没有台语歌，我要宣传，耶！好耶！好耶！好，那我们就跟大家说拜拜吧。OK， 耶！拜拜，大家晚安，拜拜。然后我看一下要降落去哪里我们去听国际、国内的各种新闻好了。我们去找尼贝尔团长，听他讲点最近的新闻大小事吧。好，那我就跟大家说晚安咯，大家拜拜。可以投1000字的问题吗？拜拜。可以，但可能会被我过滤掉，或是会被我拆成很多小问题，没有不行。好，那拜拜，谢谢大家。